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2月1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要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连载。地法院今仔日三读通过全民发现金6千的特别条例，民进党团认为上紧伫4月就当开始发落。这家人市长谢国良补助青年买电动奥多麦政策，讲会补助少年人一台3万，不过爱做公益服务连续5年。研发团队伫台湾的 MixerBox 有推出一种 ChatAI 帮眼软体翻体这个花盆版，目前先开放给台湾民众使用。立法院今仔日三读通过全民发现金6千块的特别条例，这3800亿主要用途，除了发这现金6千以外，也可以用伫咧劳健保、台电减轻就学贷款的负担，也有一部分会用来振兴基本产业。行政院长陈建仁表示，讲会用上介紧的速度，赶紧把这6千块发给民众。民进党团认为4月就当开始发啦。以后强化经济社会韧性及全民共享经济成果特别条例制定通过。有关发现金6千块，以后强化经济甲社会韧性、全面共享经济成果特别条例草案，日伫立法院三读通过。不过通过进程协商保留的4个条文要进行表决，其中第3条启用质疑是抗赔授权，黄批评无采变成纳的钱，应该要进入这个排付的条款，也就是说，根本就不需要照顾的人，不应该用这种大撒币的方式。国民党团长期主张要花现金1万元，那基本上不需要举债，财政上就可以因应。民进党的版本清楚列出10项特别预算得以使用的项目，不是政策买票，更没有空白授权。以三读条文，甲条例包含的10个项目，包括用伫劳健保、甲台电减轻基础负担，加强照顾弱势族群，扩大公共运输补贴，推动产业甲中小企业升级转型。加速扩大吸引国际观光客，强化农业基础设施，照顾农民甲渔民，减轻排就学贷款的人的负担，扩大基本消费甲振兴基本产业，也有发现金。另外，有明定条例需要的经费，上金榜是3800亿。以最快的速度提出这个特别预算案，然后经过了所有的法律程序完备以后呢，我们能够尽快的发放每一位民众都有6000元的现金。陈建仁强调讲，会特别照顾排就学贷款、甲中低薪水排买厝贷款的民众。也若行政院提出特别预算案了后，也要经过立法院审议，才会当发现金6千块到民众的手里。根据民进党团的推估，按算4月份会当执行。记者综合报道。基隆市长谢国良在选举进程有发出讲，要让这青少年买电动车、这个电动奥多麦这个证件。今日表示讲，市政府会买超过1万台电动奥多麦，一台补助少年人3万块，目标是后半年开始交车。头一批的申请资格是民国78年到92年出世，而且户口伫家人有满3年。那安尼生，阁爱配合这市政府做公益服务，连续5年。骑电动机车伫路面，感觉是真环保。嘛，正做家人市长谢国良选举进程大用的青年电动机车证件的重点。谢国良以针对政策的实现进行说明，强调市府会提出追加预算，并会采购超过1万架的电动机车。申请的资格是民国78年至92年出世的人，户口伫家人满3年，摕到驾照满1年，以旧换新为优先，要该配合连续5年达成4点钟公益的回归。上限大概是1万多少台哦，那我们仍然在评估中。我们基隆市里面的身障族群或是老弱族群，我们把它做一个整理哈，然后呢，借由一个有趣的机制来媒合，也让这些青年朋友们有机会可以接触到弱势族群。市府表示，一架电动机车补助3万块，也若中央的部分经济部补助7000块。环保署针对个人有2000块到4000块2个坎级的补助，也若感谢用Gogoro等等特定的牌子。市府讲已经有厂商讲愿意合作，要做4万块的电动机车，会要求厂商来标的时阵，甲规家顶顶讲好明。对啊，而且它又不是送Gogoro，而且我觉得电动车跑不远。我觉得电动车还可以做得更好。那我如果它做得更环保一点的话，我会考虑。议员市府呢，充分的讨论，我们才会比较清楚政策的方向。这个预算千万不要影响到这个排挤到其他的建设预算。那我相信市府也会安排好措施。针对这个政策，家人的少年人是抱观察的态度。
面对这礼拜议会特别开议，这个政见监视的实现，正做拿力攻防的重点。市府希望议会会当支持，让下半年开始交车的目标会当实现。记者综合报道。咱的国军鞍山要进行实战的射击训练，今年就要来正式施行啊！这阿兵哥爱伫咧1分45秒内面射36枪，这射击的过程爱换3种射击姿势，是拍个规个，也佫徛咧。未来做1年义务役的阿兵哥，拢爱完成这个训练。这些命令官兵一提穿浴巾，用油光桶做掩护，加速冲过射击的位，离漂背75公尺，准备攻击。倒在射、跪在射、徛在射，过程中爱换3种姿势，漂背嘛有3种模式，佮加入枪支卡条的状况，爱做各种的排毒，考验临场反应。这套实战化的射击是国军上新的射击训练，1分75秒爱完成36发的射击。各单位的师资人员尚有不足，那我们人员还在持续的加强训练中。是，那教官这个方法是未来1年义务役的一个参考的模式吗？目前是，它有多重目标的转移的训练，还有我们的不同姿势的射击的变换，以及障碍板的运用。国军参考俄战争这国际军事冲突，是引起实战化的射击训练。经过去年规年的演改和专军验证，今年是正式实施，扩大到各部队实战化的射击训练，嘛考验官兵身体功能和射击的稳定度。实战化的射击训练是强化国军自卫战斗的能力，官兵要先通过基础的175公尺倒底射，以4个月的军事训练役为例，18发爱着9发，另外双臂部队、后臂部队是30发，爱着20发，另外中打和炮兵部队、战斗支援这部队爱完成头前的训练，才会当到后边的3种姿势。针对比较需要克服，是在你跃进之后，就是快速移动之后的那个呼吸，要去马上做到静下来的动作，不然在射击的时候会很不稳定，会瞄不到靶。国军证实讲，这套实战化的射击训练未来会放入去1年的义务役，即马当在加强脚步，为用精主教官和各部队会当熟悉各种射击姿势，应用无同的环境。记者综合报道。两岸局势紧张，这金门县机关今仔去到民进党的党部交侦情书，希望金门会当变作永久非军事区，主张两岸和平发展。也那国民党副主席谢立言访问中国了后，搁再强调一个中国是虽然表述是9二共识基本精神。不过行政院长陈建仁表示，台湾人民无法度接受中国习近平想要做的一个中国一国两制这款的9二共识。到民进党金门县党部交永久非军事区陈情书，金门县议会跨党派文情联名，甲无党籍联名政团委托民进党籍议员蔡其勇，转交总统蔡文、民进党主席赖清德，甲行政长陈建仁，望中央培调引起两岸冲突的引进，建构和平特区。希望他们听到我们金门乡亲的一个诉求及声音，能够具体的来实现我们金门乡亲的愿望，让我们金门永久的保持一个和平的两岸的一个沟通跟相处的一个过程。乡亲地区的这些民情我们也都乐于来转呈向中央来这个陈述。不过两岸局势紧张，江启南继续交代，国民党副主席夏立言访问中国了后，重申一中国表是9二共识基本精神，行政长陈建仁认为台湾人民无法度接受。中华民国已经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再三的讲过，9·2共识就是一个中国1国2制，这是台湾人民没有办法接受的。希望各个党团、各个党派都能够来尊重我们台湾人民的意志。陆委会强调，中国当局定义的9二共识是一中原则，无求统一，接受1国2制。在野党不应该服刑。伊也公布中国政策报告，陆委会指出，中国未来会强化操作两手策略，除了继续政军威胁，也透过两岸交流、国平台甲人士促统促融，推进交流统战。记者综合报道。
去年9月底，这行规挂牌的星宇航空，过去一礼拜，伊股价一直冲起嚟。今仔日这个早一半呢，捌冲24%，上悬来到1股50块。不过9点半时阵，却是雄雄落22%，上价来到31.35块，差18块外，落尾收伫咧39.3块。就分析师来提醒讲，这行规交易量较少，而且无大起大落嘅限制，也提醒民众要特别注意风险。星宇航空营运已经2年多，去年9月底上柜挂牌，回轮机顶的食食，抑搁甲米其林餐厅合作。即马各国疫情转好，边境开放，真侪民众亲像鸟有放出人共款出国旅游，这嘛互因1月份的营收增加15亿2300万，年增率是1295%，而伊早盘捌起24%，上悬1股50块。毋过9点半左右，雄雄落22%，上价有到31.35块，差18.65块，中场落2.12%，收伫39.3块，起落的变化真大。最近已经有网友成立星宇航空自救会人面册社团，讨论相关的话题。前3亿赔了大概40几亿，所以我个人觉得航空类股啊，虽然说有解封的利多在，但是真的要赚大钱会有点难度。这一段的行情热度。股价拉高了，但是我个人还是觉得这个价钱稍微还有风险在。事实上，过去一礼拜，星宇交易日的股价为无到19块起差不多1倍。除了17收盘的介绍超过华航的21块，加中央航空29.3块。最近6个交易日上悬起165%，而早捌突破50块的大关。上悬有到50.5块，摕到航空股王的头名。不过因为上柜股票交易的方式，甲上市股票无同款，无起落的限制，交易袂当是信用交易甲当冲。详细申购单位是1股，交易的时间到下晡3点，财报嘛是半年公布一届。分析师提醒，对价过程当中，要是要关注量甲计价的风险。就是从你一开始挂新柜，其实大部分的股票应该都在自营部啊，或是一些特定法人的手上，所以这么大的量释放出来是谁释放出来？一定是早期参与认购的这些大股东等等。那量突然之间冲得这么大，最高的风险还是在的。新贵的股票比较属于专家的市场，你要了解它的相关的一个财报，或者是说它有没有一些讯息面的一些比较变化，所以很容易就是它的动不动就是涨幅的话非常大，跌幅的话也会非常凶。面对媒体的报道，有法人分析，以1月份营收的数字来估算，星宇今年营收有可能会到100亿。星宇出来回讲，公司并无提出债务预测，也无公布自家获利的情形。公司相关的营运、营收甲获利等等的资讯，也是以公开资讯观测站公告的为准。记者综合报道。自2021年底，这代替推出新自强号商务舱的服务，最近又再增加新车。这代替也宣布3月中要开始找服务员，薪水是3.256块起跳，也佫有销售含加班的奖金。不过，代替产业工会就批评讲，和高铁同款职务来比，这基本薪水就差人3000块。这代替佫是国营事业，薪水开遐尼低，有影是歹带头。代替 EMU 3000的新型自强号有配天云舱顶，也就是商务车厢，唔有服务人员送便当，佮会送凉水、塞车卖物件。因若其他车种伫咧拍车票的时阵，嘛会使加订便当。共款有服务人员送到位，代替近期佮在招募服务员，要求都爱大学毕业，佮会晓讲英语甲日本话，月级所干那3.256块，是引起基层的不满。扣除劳健保的话。那其实你大概只剩下可能28000、29000，然后他同时又去要求说你要有多益英语能力的专长或者是这个日文检定的专长。我觉得台铁局其实根本没有准备好要公司化，因为他们并没有带着一个善待员工，然后留住员工的这个基本态度。同款是车厢服务，代替高铁的薪水行情起跳就差，代替的月级是3.656块，挂职务的加级，连饭顿钱嘛包含在内。因若高铁的起薪是33800，一个月上无就差3500。代替解说，除了月级，佮有发袂奖金，佮有加班费，实际咧领一个月通常拢会超过35000。我们现在车勤员的最少35000、36000到42000、43000都有，加班费、延长工时那也是另外计算。
代替强调，即届要招的服务员虽然无公务人员的身份，毋过同款有离尾奖金、甲考绩奖金，佮过暝备勤、休大等福利。目前代替服务员有140外几，离职率真低，是为着后续有新车的加入，甲公司化以后的需求，才会搁再招募。记者综合报道。新北市政府劳工局公布今年第一批违反劳基法的业者名单，这内面有通联客运和自然客运，因为员工超时工作，互政府处罚。公路总局表示讲，因为这客运驾驶欠人甲真严重，互业者真歹去调人。事实上，伫去年9月开始，已经建立这补贴制度，来鼓励客运驾驶来留落来。地方政府也协助业者调整路线，或者驾驶安排更较有效率。注意路况，停车载客，路虎车过侪，大客车驾驶要特别注意。新北市公布伫普路检结果，大客车超时工作问题各部上台面。其中这辆客运有员工一个月加班超过100点钟，严重违法，罚62万。通联客运也超时工作问题，而且是第8摆，互新北市政府路检处违法，重罚80万。都使劳工超时工作，那也分别是5年内的第8次违反跟第6次违反，所以有重罚通联客运80万元，以及指南客运他们2条违法，总共罚62万元。客运业主管机关公路总局表示，业者反映是因为人力不够，加上长途路况无法度控制，就发生超时。目前大客车全台欠1800人，其中上班就占1500人。为协助业者鼓励驾驶留落来，自去年开始有培训加流程补助。职业大客车驾驶的训练费用那我们会来做全额的补助。开始受聘之后那我们会有一个叫留任稳定就业的奖励金，半年会有3万元。调度排班上来讲，会比较辛苦一点，所以可能有些时候是为了想说提供服务，那可能会变成要求驾驶员可能会有类似超时的状况。那这个部分我们也会去提醒他们要注意这个，不要有违法的。台北市表示，大客车驾驶工时长假日还轮班，少年人无愿意做，欠人正做常态。目前在体检市区公车路线，将平稳路线改做有限制，有人直接塞车。另外也优化公车路线，提升载客效率。记者综合报道。所观众朋友来看国际新闻，那讲到这战争，咱看起来是背书是2个国家伫咧战争，事实上私底下是无共款国家伫咧互相比拼。伫咧罗西亚拍乌克兰战争，伫咧满1年的时阵呢，美国总统拜登20率先去拜访乌克兰首都基辅，强调美国要挺这个乌克兰挺到底。拜登即届去到乌克兰出访，开真侪时间规划。那随行的记者因的手机拢爱去互没收，而且这拜登专机早日头帮也拢爱全部救起来。这个北京也证实讲，拜登出发进前有先通知罗西亚，避免发生冲突。美国总统拜登20结束伫乌克兰基辅5点钟的访问，坐专机到波兰，继续站地支持乌克兰甲北约盟国参详。20进前，拜登意外出现伫战争当中的乌克兰首都基辅。伫基辅的记者会顶悬，拜登想起1年前伊甲泽伦斯基通话内容。And I don't know if they remember what you said to me, but you said, and I quote, "Gather the leaders of the world, ask them to support Ukraine." 拜登到访问乌克兰士兵纪念场，甲乌克兰同前教堂。伊离开教堂时阵，基辅阁响起空袭警报。基辅街路甚至特别装一个纪念钟。拜登伫基辅宣布增加5亿美金的援助，甲对俄国新一波制裁。But he's just been plain wrong. And 1 year later, the evidence is right here in this room. We stand here together. Можемо і маємо зробити так, щоб саме цей рік, 23-й, став. 拜登这摆访问乌克兰，经过几啊个月测绘，一直到2月17才决定。全部行程拢正保密，各改专机甲坐飞机的时间。美国时间19透早4点，拜登避开媒体，坐美国空军 C-32专机，随行只有无侪维安人员、小型医疗团队、大型顾问甲2名就抓保密的华尔街日报记者。为了安全问题，2名记者的手机全程拢互人收起来，专机的遮光棒也全程救落来。途中，专机搁伫德国美军基地加油，最后
降落伫波兰。这10点钟的火车进入基辅过程当中，2名记者都无看到拜登本人。这摆随行的北京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事后证实，拜登出发进前几点钟有事先通知俄国来降低冲突。另外，伫西方面国同意提供先进的8级主力战车了后，负责操作的数十名乌克兰士兵已经到德国接受相关的培训。乌克兰外交部长伊会表示，会为12个国家组成联名，得到第一批交付110到140台战车，当中也包含德国8级战车。公司新闻郑焕庆编译。美国总统拜登访问基辅，强调支持这个乌克兰对抗罗西亚。想要到过当天，这罗西亚总统普京就发表这重要演说，强调出兵打乌克兰是为着要保护顿巴斯讲俄罗斯基的族群。Начиная с 2014 года Донбасс сражался, отстаивал право жить на своей земле, говорить на родном языке. Боролся и не сдавался в условиях блокады и постоянных обстрелов. Нескрываемой ненависти со стороны киевского режима верил и ждал, что Россия придет на помощь. 普京的年度演说当中，除了有国会两院的议员在现场听以外，另外主持乌克兰战争的国防部长小古、外交部长拉夫洛夫等政府高层也伫咧现场。罗西亚拍乌克兰的战争到今特别满1年了，虽然无看到要收束的情形，美国也讲中国当咧考虑要提供罗西亚武器拍乌克兰，后边官员也警告中国千万唔通提供互因武器，若准无者就是踏着这个红线。不过中国外交部长真讲着反击讲，认为即寡有牵连的国家莫甲这责任拢推互中国。罗西亚乌克兰战争要满1年啊！伫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当面警告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要求中国袂当提供物资支援罗西亚军方，若无后果是真严重。后面官员嘛警告中国袂当提供武器互莫斯科，若无就是踏着红线。目前甲乌克兰斗相共是第一要紧的代志。How do we provide quick arms to Ukraine, especially ammunition? They have cannons, but they don't like ammunition. 伫敏感的时期，美国总统拜登拜访乌克兰基辅，因为王毅是访问罗西亚的莫斯科。有风声讲会甲普丁讨论罗西亚甲乌克兰战争的和平计划。这届美中的出访，互外界感受到因暗中拼场的气味。因为面对欧美的指控，中国外交部长真讲8回讲，中国为了缓和乌克兰危机，已经发挥负责任甲建设性的作用。我们敦促有关国家立即停止拱火浇油，停止向中国甩锅推责。停止鼓噪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针对拜登早一卡步拜访基辅，分析认为讲，这对普丁国内政局恐惊会产生一定的压力。When he becomes hated by more than half, and we're driving in this direction, the chances for a coup, elite coup, military coup, will increase. 罗西亚鹰派专家批评普丁伫战场是真软者。前罗西亚联邦安全局官员郭金讲，拜登可能会去拜访乌东前线，而且会平安离开。罗西亚甲乌克兰战争当时会有和平的可能性，目前也唔知影。加上罗西亚明年就要举行大选，普丁当面临内外伤病的问题。专家认为讲，普丁将基尾会找接班人，不过可能也是由于伫幕后掌握实权。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巴西东南部沿海19开始落大水雨，也造成当地伫咧做大水，甚至发生水崩山。根据着 CNN 的报道，已经有40个人死亡，40人失踪。当地政府是赶紧撤离这2000多人。气象预报显示讲，这圣保罗沿海地区大水雨会继续落，抢救是真困难，这死伤人数恐惊会继续来增加。一过路也是淹水，车经过拢爱撩水。警方由防锁线保护民众入去山区，因为巴西东部沿海地区19开始落大雨，造成水灾加土石流，山区的路拢是落过梅，放来土石加树仔拢飞边仔去。Tipo, só tem uma saída, né? Para subir para São Paulo, por exemplo, Mogi Bertioga não vai, só Tamoios e nós estamos meio que isolados aqui.
当局讲已经紧急撤离2000多人，验估一个几60人死亡，真侪人失踪。灾情上严重的圣塞巴斯蒂昂，伫咧24点钟久内录了史上上多600毫米的雨量，真侪民众条条的等人救。600 milímetros em cerca de 3 horas. E agora o solo encharcado em diversos pontos da cidade. Como eu disse, nós ainda temos estado de risco de queda e desabamento. 因为巴西这马正伫咧办嘉年华，竟然有真侪民众抑个调伫咧要去参加的半路。巴西总统卢拉在直升机实在灾情了，叫中央甲地方爱团结，甲灾情降到上低。Eu posso garantir que os meus ministros, governador, estarão dispostos a conversar para que a gente compartilhe, para que a gente faça uma parceria para recuperar efetivamente, de verdade, o estrago que a chuva fez aqui em São Sebastião. 路透社报道，根据气象预报资料，圣保罗沿海地区也会继续落大雨，救援人员将会面临严重的挑战，死亡人数恐惊也会增加。公司新闻陈伟林5期抢编辑。在印度有一间新创公司，为着卖互员工过劳，伫这个公司所有电脑拢按下班提醒设备，只要时间一个到，这电脑就会自动关机，有影是真特别。警告你工作时速超过了，作业系统10分钟之内就会关起来，请转去。印度这间信息科技公司的电脑为员工一开机，工作就开始算时间。那工作时间到位，电脑荧幕就会跳出来要求员工下班的建议。那无听，电脑也会自动关起来。甲其他卡袂着，互员工加班超时工作的企业比起来，这种时间到啊，就放人，而且佫主动提醒员工下班呢，因讲是幸福企业。बीइंग अ गर्ल मेरे लिए बहुत इम्पोर्टेंट है कि मैं टाइमली घर पहुंचूं। घर के और भी बहुत सारे काम होते हैं, तो उन सबको पूरा करने के लिए और वर्क लाइफ बैलेंस के लिए मेरे लिए पॉपअप बहुत इम्पोर्टेंट हो जाता है। इवन कई सारे कलीग्स मेरे पास में आए, जब उन्होंने पॉपअप देखा दे वर शॉक कि ऐसा क्यों हो रहा है। सो दे आस्क्ड मी कि हमारी लास्ट कंपनी में तो हमें हमारे मैनेजर से परमिशन लेनी होती थी कि क्या हमारा काम हो गया, हम जा सकते हैं। दे यूजुअली प्रोवाइडेड अस द नेक्स्ट सेट ऑफ वर्क्स। 世界卫生组织自2001年就捌警告，长时间工作每年夺走数十万人的性命。新冠疫情期间情形更加恶化。一份发布在国际环境期刊的全球性相关报告指出，加拿大2016年有74万5千人死伫甲过劳相关的中风甲心脏疾病，比2000年增加将近3成。世界卫生组织甲国际劳工联盟共同进行一项研究，显示过劳死亡72%的会伫中年以上男性，而且发生的时间点有时阵毋是伫长日，是数十年的累积了后。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AI 开讲机器人的程式，全世界拢伫咧使用。就一间公司，因的总部是伫咧涩谷，这研发团队伫台湾的 MixerBox， 伫平台顶头就推出一种 Chat AI 帮亚能体，加做全世界头一种繁体华文的 AI 开讲系统，目前是先开放予台湾的民众使用。用手机下载浏览器程式，除了一般用网页找资料以外，还可以当甲 AI 机器人问问题，甲伊对答。规划行程现在就不用动脑，然后写一些文件之类的，履历什么的。你如果要写一段文字介绍自己的话，有人可以帮你润饰，我觉得是蛮方便的功能啦。美国 OpenAI 推出开讲机器人 ChatGPT 了后，带动新一波 AI 的风潮，就连 Google 嘛在咧推出。因若总部伫咧涩谷，不过研发团队伫咧台湾的 MixerBox 嘛赶紧推出 Chat AI 浏览器。叫做全球头一个使用繁体中文的 AI 开讲系统。GPT-3它其实也是 OpenAI 出的，它是我们现在很红的这个 ChatGPT 的前一版，它是很多语言混合在一起训练的。那所以你用任何语言问它，就基本上它都可以达到对应的回答。一般来说，英文的效果是最好的，只要是中文的，那它就再把它强制翻译。问系统敢有看过公司新闻？得到简单文字的回应，下骹可以当看到相关网页的资讯。等于是甲 AI 开讲机器人甲浏览器做连接。我猜了，他应该是拿这个 GPT 帮他转化过的这个一些问句，然后呢，再把它拿去做这个网页的搜寻。那如果说想要从头开始，其实会需要非常非常多的资源。那他们可能可以用这个1万台的伺服器，然后去帮他做背后这种高能量的运算。国科会顶一日嘛预告，会补助国内学校要来打造台湾研发的繁体中文版的 ChatGPT。学者提醒，
类似系统需要真大庞运算的训练甲相关资源，未来研发台湾版的系统会安怎发展，会持续关注。记者综合报道。讲台语当着是这2月之1是世界保基日，教育部主办的本土语言杰出贡献奖也在今仔日举办一颁奖典礼。今年包括前卫出版社的社长林文钦，也搁伫个师大开台语天文学的教授蔡安礼摕到这个个人奖。那团体奖的部分是以台语创作的滚剧团，也搁有用台语宣教的台湾基督教长老教会相连教会。从即马开始来讲咱的话。教育部长潘文忠伫1举办的本土语言杰出贡献奖颁奖典礼开场。今年个人奖的部分由前卫出版社社长林文钦、甲师大地球科学系教授蔡安礼得奖。前卫出版社推动台语文出版10几年，对台语文运动研究拢有关键影响。蔡安礼以自身的天文专业翻译各款天文知识，搁开台语天文学课程，对推动台语科学化、正常化有帮助。我就透过教育系统教育各族的人民伊我就去读因各族的迄个叫做文理，整个社会环境塑造迄是当然是上界理想的。为罗马尼开始教，每一个礼拜我拢有无共款的天文主题，我有主题等互因起来讲，所以我逼因逐礼拜都起来讲台语。团体奖方面来自家己的管剧团，除了用台语搬戏，戏剧阁有侪台湾的在地民俗文化，互观众看到台语有真侪可能性。阁有台湾基督教长老教会相连教会，因除了用台语宣教，几十年以来也推广侪语言文化教育，参与民众有教会成员，也有侪社区成员。因一出真大戏，阮是用台语讲，阮甚至阁有上台语的字幕，引起真大讨论，有引起大家讨论，代表讲大家看到这个物件。家庭要有台语文的环境，伊才有法度好好啊学。文化部代表伫典礼现场表示，母语若会使结合流行文化，对推动母语真有帮助。文化部会担起责任。教育部长潘文忠也表示，教育部在下步会结合民间社会力量，规划推动各年龄层的国家语言推广措施。记者郭不条水台北报道。去年防骗去干部节案件是直接发生，警方要去到机场加摆啊提醒民众，莫去防骗去。最近就民间救援单位伫咧网络发文，讲飞去干部节近边的这个飞行机，拢是满满的旅客，有不少是台湾人，搁再引起正人议论。刑事局表示讲，目前是无发现到异常情形。关起来苦毒个转卖，这些拢互人看袂落去。个人去海外找头路，干部在这个关键字，随着互想到诈骗，即马风波过去啊，飞去金边的班机人搁转来啊。看过去飞行机顶的人是坐满满，有可能是旅游回温，也是公司派去出差。但是翕相片的民间救援单位嘛，烦恼讲干部这诈骗敢会过来？我今天看到的是整班飞机爆满。而且事实上，那些干部根本就没有掩饰这些事，他直接讲，我上个月去苗瓦迪的亚太园区，他也有讲到说有人接应跟什么东西，去的大概就是干部为主，带着一些主宰。听到机顶的乘客一字一句，都惊有猪仔受害，才发文提醒。救援单位嘛打出社群的内容，同款有人是公开在找新会，要去干部节西港做工课，这是国内防制作为和正常比起来，敢若无法强。刑事局是回应讲，无发现无正常的情形。警方呢，针对求职诈骗，已经透过各种管道向民众传输宣导说怎样的类型是诈骗。那如果遇上呢，你要到国外去，警方还是会对你进行宣导，就是是否宣导呼吁说，你会不会落入求职诈骗的陷阱？到去年底，互海外找头路的限制骗去的，官方登记的有要700个人，海外求助的个案，即马逐天嘛拢一寡。看到国内外的诈骗无断过，法务部嘛建议要修法，动处罚，就看敢有法度来阻挡一直无消停的诈骗犯罪。记者综合报道。疾管署公布，顶礼拜这流感新增加8个重症病例，其中4例已经忘去啊，拢是感染到 A 型流感 H3N2。另外，高主也增加一个带病入境个案，目前正在住院治疗。也来讲到汉他病毒的症候群，有一例目前已经出院，卫生单位也开始调查，而且要量了起来找出感染源。
新冠本土疫情等候流感疫情煞提悬，顶礼拜增加8例流感并发重症病例，其中4例死亡拢是感染 A 型流感 H3N2， 也无做这一摆流感疫苗。其中上少年死亡个案是南部30多岁男性，本身有糖尿病史，1月底发病，后续因为本身糖尿病并发败血症死亡。包括他的血液里面跟痰液里面都有检出抗药性的细菌。总计是从发病到死亡期间大概经过3周。另外也出现今年第1例，也是台湾第5例高度确定病例，是北部30多岁男性。在今年1月有奥地利旅游史，因为出现嘴巴皮疹、关节疼等症状，经过医师采验同步确诊，研判是境外移入个案。目前医院的隔离治疗当中，经过疫调考虑，总共有39人已经进行卫教加健康检测，相等到3月7日。我们根据这个潜伏期的大概5到21天的一个研判，认为最有可能的这个感染地应该是在奥地利哈。那只是说这个就铺路的来源的部分有问出来，就是说有一些社交方面的一个接触。一个汉他病毒症候群病例，佫增加1例是北部50多岁男性，技术因为工作场所伫个饲料仓库，常常接触鸟鼠尸体排泄物，而遭到感染，目前已经出院，相关接触者也无出现症状。卫生单位已经展开各项调查，佫量鸟鼠来调查可能的感染源。记者综合报道。伫咱国内有真侪间大学合并成功的案例，不伫咧2019年协商2间学校要合并的高雄大学甲中山大学，却因为合并了后的学校名称无共识，这合并议题先来打动。不过高雄大学伫今下晡就伫咧校内对老师学生召开合并说明会。高雄大学校长陈月端表示，会等校双方有共识了后，才会对外宣布。那中山大学是表示讲，合并了后是袂改名这个原则，永远是无改变。多校区学生排队等咧一场，高雄大学2日下晡开学校说明会，大家坐满满，为的是了解高大是不是要甲中山大学合作会。如果拿到的是高雄大学毕业证书，这样之后就没有高雄大学。并了之后，他们着重的目标是在哪里，也不知道。高雄大学大部分学生反对，中山大学学生也无同款的意见，有人烦恼资源分配无平均，有人认为合并应互补争取更较侪资源。校与校之间等级可能还是有点差距，然后科系重复率太高，然后受益的可能会比较多是高雄大学的学生。合并之后有点就是可能我们学校就会有就高大这块地，还有法学院的资源这样。高雄大学有将近6000个学生，是中型规模大学。中山大学有10000多个学生。伫2019年已经进行合并的协商，因为中山大学坚持维持校名无共识，协商就停落来。最近高雄大学主动重启协商，中山大学伫1月7日会函表示原则无变，合并了维持国立中山大学校名。各大校长表示，两校要有共识，才会对外宣布。合并办法第11条依法对全校教职员工生的保障，那么这是法律的规定，我们会对外说明，会对校内的师生去做说明。台湾最近10年已经完成5摆公立大学整并，包含台北市立大学、屏东大学、清华教自年阳明交通大学。教育部提醒，两校闹合并计划应该落实校内沟通定数，校内公听会有共识，合并计划也要经过学校学务会议通过。高雄教育部提出申请。记者综合报道。有真侪私立的学校因为少子化，拢招无学生。伫台中的东海大学，一方面为着要招生，另外也是为着要增加这校园土地利用。即马要伫咧学校内面设一个马场，准备要开马术课啊。细里体马仔热毛，搁来带马仔出去行行咧散步一下，不时就搁爱人甲安搭。这个适度的同学加入学校的美术社已经半年。读特产系伊讲，伫遮学到的甲上课学到的是真无共款。书本上面说的是一种知识嘛，但是知识的话，你也要找个东西来应用。对，他们就是我们生命中的教材。这是台中的东海大学学校开办美术社，学生就爱对体马仔热毛开始学，搁会晓准备骑马用品，甲马仔培养感情，知影如何相处，这样才做学校生命教育的一部分。教练会陪伴你。让你越来越知道这样的一个变化。
因为现代人见识少，各校拢出现招生的飞机。东海大学为了增加利用校地，引进5只大只马甲3只小只马，开设中部第一座学校马场。除了原本经营的牧场兼卖牛奶以外，即马马场嘛要对外开放，甲拓展系校外实习，叫转来学校来做，佮吸引未少学生来参加社团。那时候总共160多位，然后经过那个我们的王教练，然后还有去筛选，然后慢慢的有20-30位，那现在留下大概10多位哦。那这最重要就是我们东海这个劳作教育的精神。校方表示，除了会当甲校地好好利用，嘛提供美术的训练甲相关医疗的使用。除了增加学校的财源，嘛希望会当增加招生，减少少子化影响。记者综合报道。历史代表过去，不过这历史意义咱千万唔通放袂记。这228特别教育蔡瑞国舞蹈研究社和地南用基金会等团体今仔日做伙开记者会，宣布今年的228.0纪念行动会号召民众做伙上街头游行，因会经过相关的历史地点，叫醒社会重视这历史的常会。用手纪念1947年的春天这首诗，蔡瑞国舞蹈研究社等民间团体穿乌衫，伫背部打出火脚印，象征无法度抹除的伤痛，宣布228迄礼拜228.0纪念活动。记者会嘛特别用台语，用台湾人讲家己的话，认捌这段过去。咱台湾人是安怎失去咱家己的语言，失去咱家己的文字？那对咱这个意识。爱用中国来孝念咱家己无去的人，安尼正义是咧倒位？代志发生已经过76天，发起团体表示，这款疼痛袂当放袂记，呼吁今年第7届行动，所有人就街头。第228早起会对天马地房接话，行到行政院，也就是较早的行政长官公署，要求政府严正面对历史的真相，处理中正纪念堂、周介石当上等等的议题，应该更加积极。这件到单，创造会成立个改善。毋过臭头庙甲自由游园菜伫遐开咱台湾人的钱甲资源，那不应该讨论啥物号做臭头庙转型，咱应该爱做的就是先拆，咱拆了才来讲迄个地要安怎使用。民间团体认为，执政党这几档偏向处理安慰受害者，不过若无处理加害者，受害者永远有新的空喙。这届228事件76周年，游行迄天会以台语客语来读受难者的名单，表达受难者家属佮有台湾社会背负哭出嘴的心声。记者台北立台北采访报道。228事件伫家己负责医疗行动的黄文医生，伊的故居伫咧2017年登录做纪念建筑，2020年搁再指定做古迹，即马也当咧改征收，希望修复了后，家己市会当增加文化资产保存，甲促进健康医疗场所。古迹修复的工作团队摕识别测量这间厝内底各种资料，这间有88年历史的黄文医生故居修复工程已经开始。这个房子年久失修，它屋顶有破洞，然后一直会漏水哦。然后漏水这个事情对我们房子的木材的结构就有相当的这个品质上的影响。这间起伫1935年的厝，进前捌是翕相馆，是当食地包。1958年才予黄文医生买起来改做诊所甲徛家。2020年通过指定做家己的市定古迹，暗算修复了后，要来推广健康医疗。屋主王医师他主动提请文资的相关的审议，那希望可以就是主动让他发掘他的文资上面的价值。所以这一次呢，我们也经过文资审议会议，让他提升为嘉义市的古迹。文化局表示，黄文医生伫家己的医疗史甲教育史，搁有228事件当中，拢是真重要的人物。希望透过古迹修复，将做地方创新的新场所。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好耍的时阵，逐项拢搁讲赔，千万唔通发生代志时阵，煞要来讨国赔。这家己阿里山最近樱花开了，长水长济，游客也真济。顶礼拜六一阵游客坐伫咧阿里山火车的铁基路顶头，假影伫咧白灵船，搁翕做是影片。阿里山新营铁路提醒讲，这款的行为，若准依照铁路法，上济会当罚5万；若准影响到这铁路安全，而且会罚入档。
10月 UK 坐伫阿里山林铁火车铁基路顶悬，摆出八棱船的动作，互朋友摄影。一阵人算甲真欢喜，其他的民众看到煞感觉真无妥当，通报林铁人员。经查，这段影片是在2月18日上午，在阿里山林铁神木车站所拍摄，坐在铁轨上。 其实已经违反铁路法第57条的规定。以铁路法规定，行人甲车辆拢袂使入去铁路路线，还是磅空等所在。违规的人会使以共罚出1万到5万不等的罚金。若影响到铁路安全，阁会使加重处罚上悬50万。阿里山林铁甲文资管理处表示，初犯会先劝导。现场同仁前往劝导之后，这群游客就马上配合离开，所以本处并没有移情。 警方来进行采访。阿里山最近因为烟火开，连带游客嘛真多，民众质疑游客坐伫铁基路八棱船，是毋是因为林铁人无够，而且无设警示牌造成？管理处澄清，新木车站附近的游客动线拢有设警示牌，嘛提醒到林铁周边观光的民众遵守相关的规定，以免违规。记者陈焕武、柯正俊家己报道。 过年了后，春天到啊，农民也准备要补田。不过，伫新德县德北市头前溪水尾的农民，却发现讲今年溪水比永过减少真多，也伫咧烦恼讲，若阵继续欠水是白付补田。水没来，你看这都裂掉了。原底要准备保养补田啦，却因为欠水，可能赶白付今年早冬。新德县德北市头前溪水尾的田园，自今年2月开始就欠水。 啊，田的水量敢若存5成。像我们这是比较水尾嘛，就那个够的话，你会来不及了，插秧时间一定会超过。现在已经2月底，快2月底啦，我们3月初就要插秧啊。你假如真的不来水的话，真的是没有办法。那对你们影响很大吗？的确很大哦。怎么说？少收入啊，农民要看这些稻米的收入啊。 年后，农民准备种田，若是继续无水，土壤恐惊会无法度松软，会去影响到尾后农民报酬啊。水尾西周啦，还有这个白地新港这边的方向哈，这边的部分会稍微比较缺了。那我们也希望说，我们希望给那个水利署这边哈，我们水利工作站这边来更多协助一下。 让这个水源哦，在这个春耕的这个期间哦，让他们有足够的水啊，赶快可以打田哈。水利署表示，目前新德地区头前溪、参凤山溪水量较少，已经开始实施种田时间小替换，加强水源分配管理，而且启用可换水井，全力要协助新德地区农民的补田作业。记者刘君和新德报道。 大家出提出来，这好戏在连台。国立传统艺术中心带观众欣赏传统戏剧文化，邀请歌戏、布袋戏、甲京戏，总共有7个艺文团体，甲每一团经典的戏文重新改编。对3月10月开始，一出接一出好戏要大车拼。一人巧虎嘛。 一代博情龙陈世美，敢真正有遐尼歹？新团歌戏团推出大家出陈世美反间，用男主角的立场去讨论婚姻内底的心酸甲无奈。什么环境，什么伊碰到什么代志，伊会变成安尼的人。大部分陈世美甲陈香莲拢是真古早的古册戏啊。你即马要甲伊讲，用即马的少年人伫看戏的时阵，你用什么想法？要甲伊翻转伊的即个变讲表演的方式。 这就是变讲，咱即马要吹的。国立传统艺术中心主办2023大家出再现系列，以中俗经典为主题，包括歌戏、布袋戏、京戏在内，总共邀请7个艺文团体，将古早戏出重新编造。除了剧情切个角度无同以外，声光的效果嘛加添变化。金河转到伤心魂。台北木偶剧团推出《真情倒当期》。 特别注重武戏的部分，加入八管的演奏。团长讲，人红仔的师傅，佫要经过特别训练。不仅要会武戏，然后在戏偶上要用力，然后他自己也要唱，所以就是连打带唱的一个身段的戏这样。那时候拢会穿个目镜、叉镜，
啊站比较绑，所以很大声，啪啪啪啪，然后那个他的力，不管他是拿刀或拿枪，就有力道。2023年大家出再现，3月18开始，伫国立传统艺术中心连续演出7场经典戏出。记者麦上曾有台北报道。因为中风低数开手的人，即马有机会改善咯。美国的研究人员发现讲，只要伫咧控制手骨活动的量骨髓按电子装置，就会当改善这手骨的活动力。目前相关情况正咧扩大这项研究的新疗法，希望会当帮助到更较侪人。瑞多利克成功用倒手把刀仔顶的糖罐头扫过去的时阵，现场是欢喜甲化休。1个月前，瑞多利克洗鼎的时阵，是拢爱靠正手去操作，才有法度完成。I always tell people that I live one-handed in a two-handed world, and you don't realize how many things you need two hands for until you only have one good one. 33岁瑞杜利克是伫一摆中风了后，倒手就半体死。伊才发现讲，敢若剩一支好手是偌无方便。后来伊参加一个实验，伫控制手的活动的量骨髓内面是放入电子装置，结果奇迹发生啊！原本半体死的倒手，即摆会当随意志夹起来放落去。They had me open and close my hands. And I was doing it in a way that I hadn't done since my stroke, and we all were in tears crying, and it was just a really powerful moment and just, one of the highlights of my life. As soon as the stimulation turned on, they are immediately able to do things they couldn't do before, or at least to have more strength in their muscles. 研究人员指出讲，伫美国，逐年拢有买80万人中风，就算是经过治疗康复了后，同款有超过一半的人手的功能是永远拢受损，变作筋膜无力，甚至是严重变碎。其他实验证明，放入电极刺激的龙骨条，会当互龙骨髓受伤了后变碎的人恢复腿部和骹部的活动，一个人甚至阁会当开始行。匹兹堡大学这项研究，嘛互中风变碎的病人阁有希望。目前伫咧美国卫生研究院的资助之下，相关的研究正在扩大进行。研究人员阁成立一间公司，要进一步来开发这项技术，希望互手半体死的中风患者恢复正常的生活。公司新闻张慧敏编译。明仔载天气是好啊，是摆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基隆到新竹对13度到19度，北翼到云林对12度到23度，嘉义到屏东对14度到25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4度到24度。平湖金门马祖对7度到17度，还有未来3天气象。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